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17到25节。撒母耳记上26章17到25节，和合本圣经在372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将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凿，如同人在山上猎起一个鹧鸪一样。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以上，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以苦难煎熬的梦想。以苦难煎熬的梦想。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让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叫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谢谢主耶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谢谢主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愿主你施恩典在我们众人当中，透过你的话语以及你的灵，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苏醒，得着恢复，人家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献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梦想。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梦想？梦想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人，而另外一种是来自神所赐的梦想。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来自神所梦想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梦想。而我们的人生要得到改变，就必须要先领受梦想，领受神所赐的。艾弗瑞·纽曼曾经说一句话：大部分的人不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但是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这句话发人省思。很多人他不晓得他的梦想，他的一生浑浑噩噩，甚至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更何况是谈从神所赐的梦想呢？而管理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他也曾经说过，95%的人从未将梦想写下，而曾写下梦想的5%的人中，有95% 已经达成目标。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来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梦想当作一回事？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梦想愿意来相信它会完成？祷告交托在主的面前呢？今天我们的目标有2个，第一个是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求神帮助我在苦难中仍不失去梦想。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失去金钱；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失去玩乐，可以失去休息，失去睡眠。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能失去梦想。我们一起说，不能失去梦想。而第二个目标是求神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方式，实现神所要赐的梦想。很
很多时候我们要完成神所赐给我们梦想，追求梦想当中，但是不见得会照神的方式，我们不愿意顺服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创世纪的大卫，他从小就得到异梦，就是太阳、星星、月亮都向他下拜，甚至他的稻捆、禾捆都向他下拜。他为了这个梦想，他不晓得神什么样的方式，但是他却受尽了苦，受尽了熬炼。但是在这么长达10几年的苦难当中，但是神用他的方式，让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而他的父亲也带着他的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下拜的时候，他终于明白，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方式。这并不是他所要，而是神赐给他的梦想，是要救许多人的性命。同样，今天我们也要学习顺服神的方式，来实践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要来从一句话来思考。这是一个英国的文学大师，叫做乔治·麦克唐纳。乔治·麦克唐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苦难只是神恩宠翅膀底下的那一片硬币。什么意思呢？说苦难它其实只是一片影子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在这影子的上面是什么？影子的上面却是神充满恩宠、恩典的翅膀，上帝的礼物要赐给我们。当我们在教授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教导学生说一句话：说苦难每次来敲门，手中总是带着一块金砖。这句话耐人寻味。当苦难来到我们门口，向我们叩叩叩，我们准备要开门，一看，哇，糟糕，是一个苦难即将要来临。我们心中要做个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开门？若开门，这苦难必要临到；但是若不开门，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苦难手中所捧的这一块金砖。所以我们要学习是面对苦难。这个乔治麦克唐纳，他有11个孩子。他11个孩子呢，他就在这11个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要讲给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讲故事，常常讲故事给他孩子听。在他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有一种恩赐，就是他可以编造故事，好，他可以讲很多的故事，而且一直改编。所以呢，他开始写作，后来成为英国19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甚至影响到后来写《魔戒》的作者、写《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都是受到这个乔治·麦克唐纳的影响。他也曾经留下另外一句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黄色的字，忍耐等候，宁愿饿死，也不愿失去丝毫信心。这就是圣人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他说：宁愿等候，宁愿饿死，但是不能失去信心。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失去一切，但是不能失去梦想。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胜过环境，这就是所谓真实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要从3点来看，在苦难当中，在苦难的煎熬之下，我们的梦想要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实践和完成。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承认苦难也是神的计划。请我们一起来说一次，承认苦难也是神的计划。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是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当大卫他开始受到他的王，也是他的岳父扫罗王的嫉妒的时候，他开始逃难。而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扫罗王也要追杀他，要索他的命。大卫有2次的机会。当大卫面对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有2次反击的机会，这2次的机会都可以取扫罗王的命。第一次是在隐基底的旷野，记载在24章的地方。当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之后，听到大卫跟那群跟从他的人，大概200多个人藏在旷野当中。好，他们就去到旷野去隐基底的旷野去找。但是呢，在寻找过程当中，扫罗王刚好内急，想要大解，所以他就去到一个洞。没有想到那个洞里面正好就是大卫跟那些跟从他的人所躲藏的地方。所以大卫就这些随侍就说：“大卫，你可以去取他的命。”大卫去了，拿出刀子，但是没有取扫罗王的命，割下他的衣襟。而当这个扫罗王大解出去之后，大卫随即出来对扫罗王说：“我主我王，好，你为什么追杀我？好，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并没有下手，因为我知道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好，所以扫罗王一看见大卫手上拿着刀子和他身上一块衣襟，所以他就说：大卫，你比我有义，好，你原谅我，我错了。但是这件事情过了又没有多久，扫罗王又继续被这个嫉妒，被这个魔鬼的这个引诱之下，又继续去追杀大卫，因为他一直嫉妒着大卫。所以第二次呢，是在西弗旷野，是记载在26章，今天我们所读的地方。当扫罗王再次带着3000个军兵来到西弗旷野扎营，要寻索大卫命的时候，但是在营里睡觉的那一晚，圣经说神使他们连扫罗王都沉睡，而大卫呢就带着他的随侍亚比筛去到了扫罗王的营里，而去到营里，扫罗王他的所有的武器都搁在一旁，所以大卫就拿走他的枪，拿走他的水瓶。同时，当他出去之后呢，他再一次在这当中，亚比筛他也跟大卫提说：“我主让我一次机会，我一刀一次就狠，一次就成，不用第二刀，让我来取这个可恶的扫罗王的命吧。”可是呢，大卫禁止亚比筛这样做，因为他说：“有谁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再一次看见他前面这个要追杀他的人是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虽然这个人给他很多的麻烦，这个人给他很多的追赶，甚至要他的命，让他受了很多的磨练，可是大卫仍然尊重他。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来学习他所面临的苦难，但是他因为相信神，敬畏耶和华，所以他没有做逾矩的事情。同样，有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可能很多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来自夫妻之间的冲突，亲子之间的关系的摩擦，甚至来自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接收到苦难，接收到需要花时间，需要付代价，教会要聚会，家里也需要要来参加祷告会等等。有时候我们的苦难甚至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来自我们的国家，发现社会的不公平，国家政策的摇摆不定等等。但是当我们面临这种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承认这一些的苦难都在神的计划之下呢？彼得前书3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大卫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他虽然在受苦当中，但是他绝不行恶事，他宁愿选择行善受苦。他2次可以有机会夺走扫罗的命，结束这场苦难，但是他选择继续面对，选择行善。同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否因为苦难而犯罪，因为苦难而埋怨，因为苦难而怪罪于人或怪罪于神？我们要学习的是因行善，在受苦当中，我们不行恶，我们选择行善。若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受苦，我们就选择行善受苦。我们一起说：因行善受苦。当我们愿意为行善而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逐渐明白，苦难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第二，藉由苦难可以锻炼我们成长的人生。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的人生的成长，真的是在苦难交杂当中所形成。从他最早开始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的时候出现，他只不过是一个耶西8个儿子当中最小的那一个，而且撒母耳先知要来找他要来膏抹的时候，他根本不在场，他爸爸也没有想到是他，而他正在外面放羊。所以撒母耳说：这7个都不是，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他说有，还有一个最小的在放羊，去把他叫来。到后来当撒母耳膏抹他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大卫他就成为一个有圣灵在他身上，是一个有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的少年人。所以他也被选入去到扫罗王的面前，因为那时候扫罗王遇到魔鬼的搅扰，常常不能睡觉，常常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大卫就去弹琴，而他弹的琴跟一般人弹的琴又不一样，是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每当他弹琴的时候，这魔鬼就离开他。
到后来，甚至扫罗王要征战的时候，大卫也在他的旁边拿着兵器，所以他开始他的人生转变，从一个牧羊人到成为一个拿兵器弹琴的人。但是呢，在这样子的辗转过程当中，正好遇上了非利士人来攻打，而他们同时也派出了他们最强壮高大的歌利亚。这歌利亚将近300公分，同时他的一个盾牌就将近50公斤这么重，他的一个头盔就20几公斤，并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去与他征战的。但是大卫他却不甘心，为什么40天没有人，这歌利亚天天出来叫嚣，却没有人出去愿意跟他征战？所以他为了主的名，耶和华的名，自告奋勇出去和歌利亚征战，而他只用了石头和弹弓就击垮了歌利亚。也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大事，开始让扫罗王嫉妒他，所谓的功高震主，所以魔鬼就附在扫罗的身上，开始嫉妒记恨大卫。这个少年人曾经帮他弹琴，曾经帮他拿兵器，曾经服侍他，但是他开始越来越眼红，记恨他，所以鬼附在扫罗身上，魔鬼来侵扰他，而大卫开始不断的来躲避逃避，一直到第19章的时候，大卫开始他人生逃难的路程，而他逃到了这个拿伯城，去找了祭司亚比米勒。祭司没有东西给他吃，说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圣殿里面的陈设饼，你敢吃吗？大卫说好我吃，好我吃。甚至他还逃到加特城，加特城的王那边去投效他。但是呢，他为了不被人家，因为加特城是非利士人的城，而大卫才刚刚战胜了非利士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装疯卖傻，好让口水流着他全身，然后胡言胡语，好逃避这个非利士人对他的刀剑。接着他又继续逃到亚杜兰洞，而在亚杜兰洞，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来投靠他，甚至有400个人，都是这些逃难的勇士，都在那个地方与大卫集结在一起。后来他们又辗转去到了伊基拉城，而解救伊基拉城的苦难，而他也伸手，那时候他们已经有600个人，他就伸手去解救伊基拉城。到最后，他甚至在西佛旷野里面躲藏，而到马云旷野当中逃跑。他在山的北边跑，这个扫罗王在山的南边追，但是神一直保守。这是大卫他逃避苦难的人生，而这样的苦难的人生当中，但是他的生命却越发成长。他写下了诗篇34篇，他这样子写，我要邀请大家来读第4节到第8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是他逃到加特城装疯卖傻的那个时刻，但是他却写下来，他没有写下埋怨，他没有写下抱怨，他却写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一样写下这样的历境？我们不埋怨，不批评，我们承认苦难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投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我们就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34篇后面还这样继续写，12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当大卫他在苦难之际，他的人生走投无路之际，甚至去投靠敌人，寻求敌人的遮盖保护的时候，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告诉这群跟随他的人，
要离恶，要行善，要寻求的是和睦，并且要用全心来追赶，寻求和睦。后面18、19、20节又这样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拯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其实这样的经节，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诗篇，在诗篇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大卫，这是他锻炼出来的人生，这是他灵命成长的人生，而他在苦难当中所煎熬、所磨练出来的。所以借着苦难可以锻炼人的品格，锻炼人的人生，而这苦难是来自于完成神所赐的梦想。第三，苦难是实现梦想的通路。我们一起说一次。从撒母耳记上第19章，大卫开始展开他漫长的亡命生涯。从19章一直逃到31章，扫罗王死，这当中为期多久？至少7年，甚至9年，也代表说他7年不能好好的在家中睡一觉。这7、9年的时间，他不能回去探望他的家人。这7、9年的时间，他不能找到一个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完成他人生的梦想和计划。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下一步，只知道要能够躲避扫罗王派出来几千人的追杀，躲避随时可能来的危险。但是他只有依靠神，所以他不断的写下诗篇，不断的写下他人生成长的历练。我们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对照于扫罗对大卫的苦苦相逼、赶尽杀绝，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卫他所受到各样的煎熬、各样的磨练。可是大卫他的梦想是什么？就是在他少年的时候，在他10几岁的时候，先知撒母耳来到他家，用油膏在他的头上，而他唯一的梦想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一起说：荣耀神。这是他唯一的梦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约翰加尔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因着一个梦想，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修行法律，还有文学，还有各样的神学和知识，但是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不论他后来成为一个宗教改革的推动者，或是成为一个神学家，甚至是成为一位牧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在他的一生的这个名言当中，他只有一句话，就是荣耀归给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用他的一生要来荣耀上帝。他不知道他能够为神做何等的事情，但是他只知道神给他的生命，他可以来荣耀神。所以在他27岁的时候，加尔文就写下了基督教要义，献给国王，同时也指出当时国王没有合乎圣经的地方。而这样基督教要义产生之后，对当时中世纪宗教改革是带来一股新的力量，因为把圣经诠释出来，把圣经的教义一卷一卷的启示出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完成。而那时候加尔文才不过27岁，甚至在他年老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也交代绝对不能留下他任何的墓碑，他的墓碑不能留下来，因为他不要人家只纪念加尔文，然后不纪念耶稣。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Calvin， 所以他的缩写就是 JC， 好像耶稣是 Jesus Christ， 也是 JC， 所以他只留下 JC 这样的名字。他说：“我不要人家记得加尔文，只要人家能够记得 Jesus Christ， 记得耶稣。”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因着他这样子的一种决心和梦想，神也提升他，神也祝福他。在他离开世界，但离开世界已经400多年，2年前是他诞生500年。加尔文他并没有被忘记，反而被后代世人所敬仰。
不论是不是长老教会，都遵从加尔文他所留下来的基督教要义这样的著作。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是约翰·加尔文或是大卫，他们为了一个梦想，就是为了荣耀神，这样子一个动机就足够带领他们走上上帝赏赐他们祝福的道路，蒙福之路。当我们的人生愿意以荣耀神为出发点，做每一件事情，或说话或行事，都要荣耀神，不论是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就能够走上这条蒙福之路。所以我们来看大卫和扫罗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最后在31章，扫罗他被非利士的士兵追赶，在一次的征战当中失利，被追赶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跟下3个儿子还有2个士兵在一起，他们5个人无路可逃，所以扫罗说，我不要死在非利士人的刀下，他就把刀交给他身旁的随从，说你把我刺死吧。这个随从他说，我不敢，我绝对不可杀我的王。但是扫罗王就自己靠上那个刀，就自杀而死。而他的3个孩子，包括大卫最好的朋友约拿单，也在那一天同时都阵亡，也代表扫罗上帝要给他的祝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结束，再也没有了。但是我们看大卫呢，因着他离恶行善，因着他尊重神的受膏者，因着他不断在苦难当中的熬炼，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他后来被受膏成为犹太人的王，成为真正的王，而且他也表现称职，奠定了由以色列国40年的太平。当他把王位交出来的时候，正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由所罗门来交接。我们可以看见2个是何等大的对照。原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应该发生在扫罗的身上，但是因着扫罗他没有梦想，他没有为着要荣耀神，他私自献祭，甚至藏了当灭之物，以至于他招来咒诅，招来魔鬼，又嫉妒大卫，他引来许多的仇敌攻击他，让他人生草草结束，而留下了人生的败笔。但是大卫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忍耐，他走上蒙福之路，并且虽然他后来也犯罪，但是神仍然收纳他，喜悦他。所以结论来看，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在我们今天奇异文当中，我们也读到同样的经节，来自诗篇119篇。我把当中的几节，让我们一起来看。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71、72，我们一起来读。我受苦是与你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这是在大卫他晚年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诗篇。他对照他自己的一生回顾，在苦难当中，他知道这一切是为了成就神的美事，而他也永远记得他的每一天每一刻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为了荣耀神而活。大卫爱耶和华，甘愿承受一切苦难的煎熬。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愿意爱神？我们是否愿意爱耶稣？我们是否愿意爱教会？在爱我们的爱迦南教会，我们是否愿意为迦南教会甘愿承受一切苦难的煎熬？有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聚会，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多的精神，包括开会，包括聚会，包括祷告，包括交通，包括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台风等等，有时候是婚礼，有时候是丧礼，有时候是各样的婚丧喜庆。
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有肢体，还有小组，还有为了别人需要，我们还要探访，还要打电话，还要联络。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爱教会、爱神，而愿意承受这一切苦难的煎熬？有时候，当我们在教会的付出服事，可能也会来自于家庭的攻击，可能来自于别人的批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大卫他所经历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如果我们来到教会，从来没有觉得辛苦，今天我要鼓励你，为你的教会多付出一些。如果你从来来到教会，觉得来到教会很舒服，来到教会很舒适、很自在，但是你来到教会从来没有觉得困苦或是艰难过，鼓励你多付出一些，多参加一些聚会，多参加各种时间的祷告会，多来关心人。在这当中，或许你要吃苦，你要受苦，但是这一些的苦是要造就你，是要锻炼你，是要将上帝的祝福那个恩宠的翅膀上面请在各样的恩典满满要赐福给你。我们不要白白受苦，当我们在受苦当中，不要批评，不要受苦还在谩骂。大卫如果在那时候他受苦，他批评，他就失去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白白受苦，我们要明白3件事情：第一，苦难使你变得更茁壮；第二，苦难使你更亲近神；第三，用你的苦难，用你的痛苦，可以去安慰人，去安慰这些同样苦难当中的人，你就会明白，上帝所赐给我的苦难是何等的美好，量身为我打造，量身为我定做，再多的苦难，我也甘之如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谢谢你把我们安放在迦南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主，也谢谢你让迦南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主，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付出，难免心中有亏欠。主，我们有时候在教会的生活太过于安逸。主，有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关心关怀不够。主，有时候我们能够给的，我们却没有给出来；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却没有去行；我们能够说的，我们却不愿意去说。主啊，让我们学习一个爱神、爱教会、爱人的心，愿意为爱神受苦，愿意为爱教会而付出精神、时间、才能、金钱等等。主，虽然我们遭受苦难，主，但这些苦难必要使我们得着祝福，这些苦难使我们更加的坚强，这些苦难使我们更紧紧的投靠倚靠神，这些苦难要成为我们日后的帮助，去帮助安慰同样苦难的人。愿主你的话语叫我们成圣，让我们能够荣耀神，遵主的旨意行，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梦想。这时候我们要用新的诫命来祈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